我是鼓励大家可以多做善事啊，因为我觉得福报还是会在自己的身上。假如你是害怕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啊，其实我觉得就像积阴德的概念吧，就你在为至少你的是善的循环嘛，去做一些好事情，然后可能让你这些不好的事情会自动烟消云散。因为我讲做善事是真的有可能会改变你的命运的。对啊，或是你像我的经纪人，他就是非常虔诚的那个佛教徒，他就是会固定捐官，然后帮助一些可能没有办法有得到家里的人嘛。对，没错，所以鼓励大家，虽然鬼月来临了，可是大家心存善念，然后多做一些善事，相信我们一定可以行得正，而且少造点口业啊！我觉得口业应该是现代人最多业力的累积的一个管道啦。管好自己。就是我最常骂人。没事，我希望大家鬼月都能够顺顺利，因为虽然大家很爱听鬼故事，但是我们的鬼故事也是希望大家能够，也是尊重另外一个世界的大家啦。